很有创意的，你看假牛做的这么好。啊，然后这个你看木屋啊，哦，好旧照片。真牛跟假牛差在哪里？要有灵性啊，有活性、灵性投入，然后才能够长成大鸟。合抱之木，始于毫末呢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都是要从很小、很微细小，慢慢成长长大的。真正的牛长这么大，也是要有母牛怀胎，然后怀胎怎么来的？要有公牛跟母牛交配呢，精卵结合呢，一阴一阳结合，然后有小牛的胚胎，然后长大，然后生出来，然后再慢慢长成这么大的牛。正因得正果呢。假的牛跟真的牛差在哪里？要有那个灵性活性啊。灵性活性，这就要跟那个六道轮回有关系啊。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牛是属于畜生道呢。那牛吃草呢，牛很有力呢，牛有在修行呢，牛扮人呢。你要好好的还债，然后会转世做人呢。人好好的修行，得到名师指点。哦，能够修成菩萨成佛呢。先到那个地界第四天多帅头天，说明了祖师慈悲教导，将来菩萨也能够得到等觉菩萨的果位呢。不要认为不究竟就不好，那有这种殊胜呢。